歡迎訂閱大鄉里生活頻道，你嘅支持係我拍片嘅動力。今日介紹大家綠點米線屋。前往嘅方法好簡單，長沙灣 A3 出口，直行嶺壟街，去到青山道轉左，就係呢個下午茶啦，好抵食㗎，有米線，又有雞翼，又有杯凍嘢飲，真係好抵喎。睇下有咩食先，呢個下午茶餐，呢個就下午茶餐配小食。呢個番茄米線，又有酸辣湯米線，又有新疆米線。呢度可以配一個餸，有6蚊牛肉、雞肉、豬潤咁樣啦。我就揀咗雞肉。我就揀咗微辣。我雞翼都係揀唔辣。我就揀咗爽米。之後就點飲品，熱飲。呢個係凍飲，我揀凍檸茶。凍檸茶都係加1蚊咋。凍檸茶正正常常。呢個就係我嘅酸辣湯米線，大家睇下幾多料，有芫茜、木耳、芽菜、腐竹。呢集就分享到呢度啦，多謝各位收看，多謝。